係陳宇橋同你睇天氣。今日我哋一齊去澳洲睇下。熱帶氣旋埃羅爾琴日加速移向西澳洲北部沿岸地區，同時亦都逐漸減弱。登陸之後進一步減弱為一個低壓區。風暴為部分地區帶嚟暴雨，從琴日嘅上晝至到今日嘅上晝期間，其中一處地區係錄得160毫米嘅雨量㗎。而今日日間當地嘅雨勢減弱，預測未來幾日當地仍然有驟雨同埋雷暴。下個星期中期漸轉天晴，日間陽光充沛同埋酷熱，最高氣温將會升至36度啊！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明朗。惠靈頓奧克蘭驟雨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有霧。廈門雷暴，台北落雨。上海多雲。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。大阪、東京多雲。曼谷雷暴。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。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明朗。馬尼拉天晴。孟買天晴，新德里雷暴，卡拉奇天晴。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。紐約明朗，多倫多天晴，芝加哥多雲。羅馬多雲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驟雨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而返到嚟本港，截至夜晚嘅7點半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今晚同聽朝有一兩陣驟雨，聽朝沿岸有霧，最低氣温約25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而最高氣温係約29度，吹和緩偏南風，高地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隨後嘅一兩日，大致天晴，日間炎熱，下個星期中期短暫時間會有陽光，亦都有幾陣驟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